安怎啦？文秀要食啦？唉，产品嘛买要骗，知影啦？恁两条啦。哦，no no no！是安怎啦？来啦，我你看一个啦。你看，哇哦！你看，文秀啊，若边唔食的，你就拄拄来互阮两个孙，阮两个食到不肚都袂变开啊！哇哦！我奇怪，无红来大巴肚，奇怪。好，煞呀啦，拢嘛你害的啦，敢若袂输甲阮两个当作猪母安尼共款的。唉，我都感觉真奇怪嘞。我拢是文秀啊吼，伊常听我的话啦。既然我煮10一项起哩吼，产品就无要甲我骗。你哦，你无了解啦。啊，迄少年人即马在失恋啦，人讲失恋就爱食金蕉皮啦，倒伫遐袂食袂困的。你一工安尼煮10外项要食，伊也有法度。失恋都爱食金蕉皮，袂食袂困。对咩？骗笑的！我为了讨见迄失恋，你看卖，本来一个老摇盘，即马3来4号到。当你咧失恋哦，360多外工，你嘛逐工咧失恋，伊会免疫啊啦。啊无你就是哦，真世人哦，是迄个饿死鬼来投胎的啦，怪物啦。你才20岁咧，我咧甲你20岁，你笑死人，你毋知啊？哎，有头家娘转来啊！哎，头家娘。讲哪咯？迄好先哪咧讲啊？你安怎讲？唉，怎讲一句，人迄有钱人好野人啦，咱甲人袂比咧啦。有钱人是咧外囂摆哦，有钱无钱明明毋是拢10个月出世的。对咩？好啦，莫讲遐啦。啊，文秀啊，共款咪伫咧房间仔底咧伤心啦，啊煮足侪物件拢毋食啦。你讲阮两个食到变安尼啦？一个囡仔哦，是怎样，我足烦恼的。我起来甲看卖啊。嘿啦，去吼。对啦，我甲你讲哦，啊当哦，店的生意交代互恁去发落啦。啊，若有人客哦，就收啦；啊，若无人客哦，较早关门的。哦，好啦。诶，无你还搁啊？啊，你是啊？你是去互肉掰着的哦？啥物叫肉掰着？看头家娘哦，我心所爱的人，心情郁卒，忧愁满面。为着本少的代志，迄嘛敢若我家己的查某囝，你知毋知？我看伊安尼，我家己心嘛强要忧起来。我娘话啊，拜托咧，拜托你还搁，莫讲你心痒啊，烂去啊，共款啦。送你一句成语，搭山填海，什么意思？了戇工。无刺鼻。来，你紧看来。边境啊，爸，总讲一句啦，吼，我今日除了文秀以外吼，别个早仔是无可能去娶的啦。哎呦，顾囝的，你嘛互恁爸安尼孤正一个，啊，我费尽心机呢，啊，欢喜拜托遐朋友甲竞借出来呢，你嘛互我安尼甲你拜托一个。我一个未来的校长，你嘛互我孤正一个。啊，即摆恁爸若搁讲落，你搁直愈去，啊，我搁愈坏，啊，你毋煞当恁外口出去。啊，无安尼好无？咱两个爸仔囝的感情来博一下较深，博一下较高。我甲你拜托一下，好无？你要拜托我啥，我绝对答应你。你答应吼，我拜托你吼，莫拆散我甲文秀的感情，互阮两个会当安尼爱美满好做伙，好无？我知，我来去开吼。啊，无感觉我爱开吼，较主动的吼。嗨，好当的啊！哎呦，咋做啊？哎呦，耀英哦，啊哪有倒一间百货公司2个顾电梯的小姐来啊？哎呦，来，好当的呀！但你奈安尼记忆遐歹，我陪你啉烧酒啉规暗头啊，当我一个美女，咁你怎啊袂记哩哦？我绝对袂甲放袂记。哦，你搁真够画山画水哦，来甲我见面的时，搁讲你是文秀的因仔姨，结果我一个去饭店遐照呢。你当时啊才知讲你就是迄间美食的内江啊哦。哎呦，好当的！你若知影吼，安尼今仔日来吼，上好讲话。是安怎讲？今仔日来会较好讲话？啊，就听伊讲吼，
你对阮头家娘有误会啦。嘿啊。讲你误会伊什物趁钱无正当哦，咧做37啊老苍头，哎无影安尼，你误会啦。这你唔免讲，我这并唔是误会，我有叫人去探听过，而且我本身也有去恁兜遐甲你说过啊。啊，我入去的时啊，我问你讲有查某无啊，对无？啊，你本来惊，到尾我一直甲你鼓吹要甲地，你嘛是电话直直敲，到尾叫百几个来袂记啊袂？好当诶，咱莫讲遐济啦。来，今仔日吼专程吼摕一张吼，要来互你看啦。我是当时佫着毛万生要佫摕奖状互我。毋是啦，来，我介绍互你听哈。这张奖券吼，就是阮这个女社工会吼发互阮头家娘。奖状，嘿，奖状，啊，搁有遮，你看，这拢是阮头家娘哦做善事吼，人开互伊的收据啦。啊，恁即摆今仔日摕这来，意思是？阮的意思是安尼啦，阮头家娘因查某囝文淑吼，参恁这个名扬吼。若讲吼有结婚无结婚，伊若无这个缘分啊吼，阮也无要紧。但是莫希望讲吼，你吼安尼将这个话来侮辱阮头家娘。你敢知吼？你将遐个话讲互阮头家娘因查某囝听了后，伊顿时啊袂食袂困，伤心到安尼呢？阮头家娘看因查某囝遐尔啊伤心吼，你敢知影做老母的心情？我知影阮头家娘的心肝一定比倒伫甲尿伫甲刮好啊艰苦，伊逐工都伫遐咧智慧哦。莫讲伊是阮的头家娘啦，白白阮是查某人，徛踮做人老母的立场上，阮替伊想，嘛知影这做老母的有偌辛苦，心肝是偌艰苦。好当的，你毋通为着你个人的面子，一声就来伤害三方面的心。拜托你啦，天哪！啊，无看到恁两个吼，互请做内将吼，啊，佫对恁头家娘遐尼好的分享，来到这个所在，甲我亲门大户，拜托我莫甲误会吼，安尼我考虑看卖呢。听说讲吼，你普通时哦无白听阮的，阮今仔哦去替你哦出一口气。阮两个哦走去河教，你知无？找迄个老高理论。阮一入去哦，就开始一直甲讲，啊，讲到迄个好档的吼，拢无机会通好插话哦。好，阮阁继续一直甲讲，安尼一直甲连闹。吼，啊伊安尼听安尼面啊一阵青一阵白，啊迄个唱歌安尼插插滴，吼，讲到尾后，伊连一句话都应袂出来啊。就是嘛，还佫有诶，我佫甲伊讲哦，袂讲煞咧呢。我问你咧嘿，你当初恁安尼足巧的哦，恁足敖的哦，恁足会，足公平，足伟大。我甲你讲啦，恁安尼做吼，是去叫人看起的啦，你知影无？多下你们，稍微干哪干哪干哪理论，你们是什么东西啊你们？我知影恁是为我好，也毋过你知影无？恁安尼做吼，是加我歹看面的啦。迄若毋知影人就是讲，我下落个生一个查某囝歹甲嫁无人爱。都爱互恁两个人去甲因求情，搁再讲，阮文秀阿姨生了嘛无咧外歹啊，对毋对？人拢足健全的啊，伫我心目中哦，伊就是上水、上完美、上标准的啦。我都无相信讲伊会嫁无人爱。跳清楚无？当家娘哦，毋然阮嘛是。我知影，咱拢是歹命人，歹命人啦，知影无？爱离婚啦。搁再咧讲哦，人咧讲阿拉某吼是收来这个缘分，若无迄个缘分，你搁甲安怎甲伊安排，嘛是无较准。假使讲阮文秀阿甲明阳若真正有缘分，因就会做伙。我甲恁交代，以后我不准恁安尼做，知影无？知影。爸。你莫安尼啦，我惊一条。你咧惊啥啦？爸，即个我是甲你算真的哦，毋是咧甲你滚双笑。来，这有3字，生，你若经生就是代表你同意我甲文秀啊两个好安尼美满做伙。啊，你若经离，就表示讲咱两个爸仔囝缘分到这为止。我包我关咧从我出来。啊，较水若经这日死，我无条件。我做一个有孝囝，
我倒啊起来，我切腹自杀。互你叫。古囝的，敢一定都要用这3字安尼跋遐硬，跋较软的，敢袂用的。无度，一定爱照这3条路落去行，行一条尔。因为我尊重你，爱尊重你的决定，你的做法。啥？爸。好，我知影，我是一个有孝囝。既然吼老爸爱我死，我就自杀。等一下！我甲你讲，因为你老母过身去吼，我艰苦足久的，所以我对这字死吼足敏感的。我看规气哦，咱这字死咱莫治吼，咱安尼。你安尼就对了。莫治莫治。爸，嘛是爱搁见啊，搁2字。爱搁见哦。我知影，我背包过来，我来出。等一下！毋是啦，我是咧怨叹吼，怨叹迄古早人有一个做仓贼创造文字啊。迄个仓贼吼，连安尼断咧，后人讲创字这伤济话，这足歹写的。这字用写你嘛无好看，这咱莫对。对，这歹看，你也对啦。爸，你来行，来，这啦，来行的嘛，对不对哈？啊，你今日安尼过就对啦，吼，这个就对啦。来，我甲你聊聊哈。其实吼，这几工仔恁爸吼想甲足真重的。到落尾吼，我叫我的换贴的吼，去北投遐西起来探听文书的因咧口罩。哎呦，这文书的这查某囡仔哦，真有效咧。佮因老母哦，哎呦，伫地方哦是安人好哦。所以恁爸吼决定讲要答应，互你甲文书的2个人吼，会当吼早生贵子，永浴爱河。爸，总讲一句吼。是来当这那版本，我乃多谢你啦！哎，对。啊，有食的哦。你汉人我讲要搁顺啦。哎呀，有食得。文秀啊，我嘛有一件好消息要甲你讲。妈，我哪阁有啥物好消息咧？讲囡仔咧，有啦，阿嫂知影吼，明阳打电话来，讲要来看你呢。人则无爱甲伊见面。哎呦！莫安尼啦，咱办公会啊咧，人敲电话来表示讲已经落软啊，对不对？啊，有凡是敲电话来，当是要甲你回信的啊。好，阿妈。哦，佫足紧哦。对啊。刘少。刘少，我知影啦，你心情一定足无好的。要毋过吼，阮爸爸伊即摆已经袂反对咱2个做伙啊，是毋是放较轻松的啊？妹仔，阿妈，我今仔日来吼，专门代表阮爸爸来甲你回信的。啊？哦，啊，你意思是讲，你今仔日是要替恁老爸来回信的哦？对啦，阮爸爸吼，伊即摆嘛知影讲家己吼较早安尼好歹人拢分袂清楚，听人伫遐咧饲你饲厝安尼搬弄是非乌白讲，伊即摆已经知影，你是真正大好人。少问。迄个歹人到底啥物人啊？哦，若是这大歹人吼，我是毋捌伊啦。也毋过吼，我听阮爸爸伫讲伊的名叫做温金海。阿忠啊，拄则听讲遮有人伫咧冤家啊，人咧？林阮舅啊，拄好人客一寡误会，我即摆紧走啊。安尼哦，走去啊，走就好啦。金海啊，最近开口袂歹款咯吼，我食甲牛排咧。光辉啊，我最近手头较灵啦，食较好淡薄啊。安尼哦，拄则听讲，遮有人伫咧冤家，甲你无关系款啊？哦好，拄好隔壁都冤家啦，我有走啊，甲我无关系啦。安尼哦，同我是无关系啦。你会记诶？你即摆阁是教小中，你知影？光辉，我知啦，但你嘛知我自从出来，我嘛是后年手机啊，你免烦恼啦。同我是安尼啦。阿妹，要食牛排啦？有啥物意外？恁买这份都袂当食牛排，毋爱食路边摊，笑死人讲啊！我来给派！你这个卑鄙的小人，专门咧迫害人行哦！啊！安尼做对你有啥物好处？你讲较细声无？
敢要一支长一支啊？啊那，你啊，你欠拍的我咯？欠拍？你是欠拍的，我来！哦，你干咩？哎，